声哦。Hello。Hello， 有哈。我家己无注意啊，无声啊，袂记即个，袂记把即个直播上去，这个已经2半年没超过啊。好，不管了，读到7月2日啊吼，7月2日读到倒位吼？读到讲因即个去出去买菜即个人吼，出去买菜即个鼓手，听到涂骹底有声吼，惊讲是毋是？就是我即个学即个地道吼。好来，继续看吼。因此呢，长官阁下调集2月开会会中做出的决议，会当对阮的决议了看到。公司 Hendrick 最决定来报告讲，约了伫暗时1点，时阵看到5个新仔人对迄个市区出来，因为水路往远条行去，因为迄寡新仔人距离因乡相远，为免被发现，因认为应该爱等到更较有利的机会再来抓人。然后伫咧2点的时阵，有一个新仔人徛马，因想讲迄个人应该是一个官员，由7个武装士兵军队对迄个市镇出来，因就共一条水路行来，因对远远看到即个水中徛马的人，就往迄边瞄啊，即个匍匐前进吼。这匍匐前进。这表示迄个华语北京话内底即个白话佫无够侪啦吼，用无够，所以甲借用即做即个文言词。我一时我毋想袂出，但我咧讲吼，匍匐。Marinor 有收吼，蛇吼 ，crumb 吼，白嘛吼，白蛇啦，就是白啦吼。抛落去涂骹吼，白嘛吼。好。就往迄边的路吼，往头前爬去吼，去到因掠准即个徛马人会经过的所在，但是真遗憾，迄个人直接由水路去到我油条的所在。因认为讲，若爱去到去到遐要追求敌人吼，能力无够。天也要光咯，因此决定要转来即个城堡，就爱要伫咧早起7点钟的时阵，除了上述报告以外，无所收拾吼来收场咯。我今仔日伫咧密室继续派人去上述迄个歌手所讲的所在去探听，但是拢无听到什么声音。同时呢，我派人去插河要掘个即个河沟的盖针吼、盖条啦吼。下晡派6个到8个人伫咧瓦群阮即边上安全的所在先挖一个坑吼，以便派更较侪人去对遐继续扩大来掘吼。对此呢，敌人连一发枪炮拢无发射，甚至有一个水手来往长官自动要求了后，对遐直直往敌人的河沟行去，一直行到德米尔先生的徛家头前，伫遐留停步徛伫遐观看迄个河沟，然后转来厝地，
也拢无遭受任何阻拦攻击。伊讲，迄个河沟的深度约落10尺，就是官方社讲，后壁官方社讲差不多3.1公尺啦3.1公尺好深的真足厉害，我才深3.1公尺就是一条管嘛一条管才3公尺你所以你迄一条管的深度是足深的你若挖过你知迄足忝的但是真话阮骹较大步就当下过去真话啦迄种就无简单的我在清内面4个人放去伫保利先生的厝附近两边的河沟里，拢有一寡茶帮。阮因为这个水手的自愿效劳，前送伊6里了。你阿嬷有数只3班载人来到迄个市镇后面啊，即寡人对因的清查看起来是做工仔人，也看到因在保拿来迄个市镇的当边遐，对遐来早转去北边去。可能是要去修复因被破坏去的炮台，因对迄个画果下面的城墙发射一粒炮弹，也对迄个市场用小炮发射2发炮弹。二方对北方车来，甲这几工相相真热。暗时阮派12个水手去挖河沟，并且派8个士兵早着好进前由一个下士顺领去保护因，以便因也袂当加挖一寡河沟。因挖了约落1点钟了后，迄寡城人也开始伫正头前遐，因河沟附近原本有诶即个保拿遐，你卡你讲你扑先是甲阮的我方的人，迄寡人甲惊着，地到因就逃离开遐。但是过了后无偌久，又转去挖河沟咯。就是因继续伫市政厅附近以及南平路边的即个厝，发出强烈的你卡你讲扑即种破你拆你的即种声音若像讲你拆除因。你拆伫因迄寡旧的保拿，不过阮无法度听出因确实的动作，更加无法度看出来，因为夜色黑暗，阮就向因发射4发一个线性气弹，但是这个炮击并无互因安静落来。虽然因这个宣扬的动作看起来无啥物危险，阮也是共我方迄寡人调入来，依然伫咧如此真近的距离，忽然间遭受到袭击。后半夜约了2点钟，真忽然伫迄个市镇各处发出真大声音，若像因发动真侪武装的人来，其中也掺杂着喧哗声，因此阮的士兵也摕起武器避战。有几个士兵也阁发射步枪，因为因哪有像看到有人伫咧迄个拍铁场甲刑场迄个位啊，但是就有忽然间发出的即个声响，因真紧就又阁安静落来。我无听到啥物7月23报啦。早起阮所会当看到地方的改变，就只敢若有因甲踩伫阮头前迄寡旧保拿拆除搬走，并且伫咧上头前排的迄个厝的角角定菜两厝的保拿。因之所以搬走迄寡旧保拿，有可能是要互阮袂当立伫迄后面来当做温密的所在，而新的保拿是为着阮出击的时阵会当对迄寡厝用小炮来射击阮，因为因的大炮袂当弹到遐。早起佫派20个人去挖河沟，因为天气伤热，所以中昼只好停工无挖。当然，有时会用小炮射击迄寡人，也射击即个城堡，但是拢无伤到任何人。下晡透西南凉风，今仔日有一个水手真勇敢去市场甲医中间的所在2遍，并且顺路去到迄个市政厅附近去搬西瓜，每一厝拢搬着几条西瓜转来。虽
虽然伊也沿着迄条违规大炮头前的迄条砖仔步道来咧行，但是拢无予伊射击。今仔日温柔阁数次派人去挖掘即个社堡下面的广场，真少去听讲看什么声，但是拢无听到任何声音。虽然如此，阮也是袂当完全的放心。顶半暝约10点半，阮看到停伫波米社头前的两只大胖船，差不多是同时阵，各爆出一声真重的爆炸声。停伫边仔的一只胖船也同齐去炸爆起来，因此呢，随倒去强大的火焰，照光规个内海，甚至也照到即个城堡的城墙。迄时阮清楚来看见，讲迄是一只大胖船伫咧真光灿灿的即个火焰当中，大概是因为家己的火药爆炸倒起来半点钟了后，又搁自行爆炸两声。烧了3-4点钟烧3-4点钟久一直烧到水面上。四国拢真安静，只有迄个市镇，因为即个火焰有一仔惊疑不安。凉风对东南风继续吹来，即个风互迄个火焰搁较烧鹅搁较炎起来。7月24礼拜日。安息日敬拜上帝。早起开始对西北方透大风，夹着即个大雨，即西北大风继续规工，暗时仔才小可平静落来。今仔日阁有一部分阮的士兵甲水手全部拢自愿去乌河沟，突然之间发射2发炮弹，拢无拍着任何人，然后就停落来，无搁再射击。迄股胖船即嘛就散开，停伫波米社的沿岸，迄只小个迄个胖船的残骸，阮对此地拢看袂到，可能是已经沉入去水里外海和农业民附近也拢无胖船。暗时和规个夜间伫西北方一直有死呐。顶半暝，5方人伫派兵谨慎防卫之下，还阁乌河到乌3点钟，对此敌人保持安静无反应。7月25拜一。乌云笼罩，大乌云的即个乌阴的天气啦有时落雨，风势已经较宽较无遐紧无遐急。大部分对西方甲西南方吹来凉爽的风，阮去乌河沟的人渐渐有进展咯。早暝阁派人去斟酌听迄个涂骹敢有啥物声，虽然无听到任何声，阮也是伫迄个鼓手伫顶礼拜五所讲的所在挖一个坑。敌人的胖船大细总计约60-70只，全部停伫赤坎头前。看起来，伊是因为烦恼恶劣的天气，才无去停伫其他所在。海上的影非常的大。迄只尔工船，阮发现伊的底部有一个破坑，所以甲伊塞上花来修理。要安怎有一个担任保护即个乌河沟工程的人的士兵，也去乌河沟被一粒对迄个市场角角啊弹来枪子拍着伊的头来死去。另外一个士兵被弹着手骨但是无严重的危险。7月26号拜二，早起的6点钟，阮感受到地动无强烈，嘛持续无久。早暗因为落雨，乌河沟的人留伫城堡里，只敢有派1-2个人有时派1-2个人像以前安尼出去听看卖，但是永远拢无听到这个广场地下有任何的声响。天光因就又搁去乌河沟，凉风对西南风吹来。海上的影非常的大，今仔日又阁有几只胖船航往鹿耳门。今仔日迄寡乌河沟的人甲河沟的深度讹到，阮对敌人可能大地位的烦恼开始放心。
就是你讲起来反应看无明的反应啥，意思是讲，互到压到真深了吼，深到一个因已经放心的程度啊吼。因为伫迄个拍铁条的附近压到一切深的时阵呢，就已经有水不出来吼，闻出来吼。但是有时啊用小炮阮你寡你学河狗的人来射击，但是因为阮伫迄个附近安置一寡野砍的帮，互因无法度瞄准射击，所以无射伤任何人。而且伫阮发射2发炮弹了后，因嘛拢安静落来了。7月27拜3，乌阴天，两空对战风车来，早起发射3发榴弹炮，效果无大，放伫宁波顶的炮塔里迄2小炮，也摕来对着市镇踩起来吼，以便要对敌人反击。因为安尼会当成阮的合约，会当伫暗时啊，再搁摕转去放伫原本的所在。有时啊落雨，要暗嘛有一只有收车位，或者是船头车位啦吼，车位官含即个现汤看帮的即个篷船对南方即边起来，伫个天暗的时阵来到西边一带吼，来西边即个位啊吼，来顶下来回航行，伫顶半暝该船点起一拍电火，并且毋是电火啦吼，点起一拍灯啦吼，并且发炮3-4遍吼。电火是后电的时代才有啊啦吼，并且发炮3-4遍吼。规个伫下站城堡人讲，因有听到安尼的炮声，所以阮伫米都堡、灵堡嘛点一拍灯，伫宇宙的指条堡嘛点一拍灯。安尼万一即只篷船遭受到敌人攻击或者是其他事故，要来抢滩逃命的时阵呢，会当看清楚即个城堡。因国防上讲，因是毋是朋友，虽然还阁有谣言吼。当时命令迄个条堡的人讲，若是看到有人沿着外海海岸往即边过来，袂使伤凊彩或者是伤紧，着因来射击吼。若是因要来阮遮的，爱求上帝来帮助因，阮无法度对此地去接应因，只会当听候。看明仔载情形如何，再要讲。暗时啊，有缘落雨，两方对山风车来，一直到遮，写到遮要讲互社讲下面接7月28号的日子，好，咱继续看7月28号。一直到游园套三人两方入着左午，早起天光的时阵。哦，一篇足长诶，可能读袂了吼。早起天光时阵，看见上水迄只篷船停伫南港岛外面一小段距离诶所在，海上应非常诶大。当阮对顶在城堡西方命令因入港，或者是来即个城堡头前诶通常诶迄个信号吼。就是当阮伫顶站想要放信号啦，要叫因来入港，或者是来城堡头前的吼，即种信号，就是发炮一响，并且将旗帜顶下吼，就是起落落升降3遍。迄只篷船也伫船尾来升起一面青龙旗。阮也派名仔港员 Sir Peters 做一只3板起迄个港道命令，伊讲，即只篷船的入港不得。招致敌人的侵袭啦吼。我即只篷船入港袂去招致敌人的侵袭，敌人有可能利用即个情势来攻击。由此呢，就当看到一面蓝色的旗帜挂伫一支长得高的信号的时阵，才会当对遐来入港。但是因为影非常的大，伊虽然重新试2-3摆，也是无法度前进。迄时，迄只篷船就往北方飘去，对厝阮感觉真奇怪，飘到半途就停落来。
然后驶入去北港岛，甚至伫迄个港岛里去跨线，然后又搁浮起来，伫遐海来海去吼，你颠簸呀，就是真对了吼，真险吼。冲去看着北沙岛凸出来这个沙南角吼，常常要海甲变准备要调天吼，准备要误天啦吼，就是咁要变准啦。规个远所看来吼，如果因先去迄边大棚，迄时因已经进入港岛又搁浮起来。因若先去个大棚，就当避免安尼来跨线，也会当继续入港来到遮。因为迄时风向西边车之间有小可轻微的凉风，无强风也无骤雨。迄时电人的船只因为季风季流，就是因吼，极尽全力也无法度来到遮。阮囥伫岸顶，要尽可能来修理迄只领工船，因为欠缺材料无法度修理。迄只大篷船我伫瓦斯互停伫岸边，但是无车行，也袂当航行。就安尼，阮目前有3只船袂当驶，袂当航行。不过，当阮对厝地看到迄寡对迄只篷船上岸时阵呢，阮就派阮为伊的一只舢板去北沙岛，然后也派保船落来迄只下面火的小船去遐，要去真细致来查看迄寡人是啥物人，迄只船对啥物所在来。如果是阮的人，阮就爱甲因带来遮停顶。电人对说无所因有时会发射一款炮弹，伫咧中昼时阵，因带12个青仔人，甲2个马来西亚少年人转来遮，还佫有18个青仔人留伫北沙岛。带来人当中有一个是该船的船长，伊甲伊的通行证交阮是尊贵的总督范马兹克阁下为巴达利亚数期今年5月20号到23号所发予伊，要来发予伊来储备交易的通行证。伊讲，因经过2个月才来到遮，因为途中拄着东北风，被漂离航道去澳门甲附近逗留3礼拜。伫遐北含3只要去日本的阮的船来会合，船长也要去日本的新任的馆长，伊支援因一寡茶啦、米啦、啉的水啦，以后就无搁看见因。伫咧整个航程嘛无看见其他的荷兰船，伊就早巴达利亚阁下因就批来，但是早有几张要交互住伫厝地的人的私人的书信，迄寡批也拢留伫迄只船顶，现在拢将因落入去敌人的手里哦。因离开巴达利亚的时阵，停伫迄个岸边的荷兰船，估计约有40只。此外，有个尊贵的Van Goens阁下还佫会对荷兰载来几只船。对荷兰也无船只来到巴达利亚，4个月最后一天有6只荷兰船往北区出航，因认为讲2只要去汕尾，2只要去东京，2只要来台湾，最后迄2只的讲法袂当采信。阮和马卡萨尔和 Palembang 已经订定新的和平关系，对迄2国派出的书信已经来到巴达利亚，和曼丹的关系依然良好，但是和马他人的关系还佫伫两者之间，就是看无意思吼。好啦。虽然如此，巴达利亚状况一般讲起来也算好，你的经验也相当的丰富。而且也听讲今年会派一支军队去攻打厦门，攻打澳门啊！吼，派是厦门。
看看时间，剩2分钟好，继续甲大家聊。关系的处理你紧张动摇的状况，问题顶一个季节，巴达利亚国下一再报告，看起来已经发生一寡作用，因为准规的总督国下毋若甲此事经过了即只旁船的船长，有2摆拒绝各医疗处理申请，但最后因为伊继续不断要求总算是温准以来，对即件事，但是事实的咱看得出讲，就算迄个马里亚号袂当航到巴达利亚，上述巴达利亚国下也可能已经被阮困切的书信所建立，将会派建议啦，将会建立奖励嘛，鼓励将会派大军来援助阮解围，并且要来改善处理的状况。原上帝促使因安尼来派大军来。此外，又搁讲，今日有一只篷船对广州去到柔佛。也有一只对厦门去遐，则搁对遐去暹罗、柬埔寨甲印度篷船经由的所在去交易，但是拢无篷船去巴达利亚。即只篷船经过几礼拜，就已经来到佛罗伦萨附近，但是被即个波德乡远的天气甲强烈的北风飘往澳门附近的岛屿，若无因即全航行4、5礼拜就会当完成咯。顶一个北方季节对处理派去巴达利亚的船只，除了快艇 Digros 和了以外，其他的船只拢顺利到位咯。差不多了啦，我无想要去讨论今天读到遮啦读到即遮快艇 Digros 和这个顶一个北方季节对遮好。今仔日读到7月28号一半7月已经要结束了无定明仔载就当结束了好，安尼我看卖。安尼也几包了